Hello，各位馬迷大家好啊！歡迎收睇 GM 嘅珍飛系列時間啊！咁啊，而家我自己咧就身處喺台灣啦，咁所以今日嘅珍飛系列咧就有少少特別啦，就冇片俾大家睇嘅。咁但係咧，因為我嚟台灣啊嘛，但係功課一定會照做啦，我早咗做功課。咁所以今次除咗咧，我就話翻俾大家聽我自己最心水邊一隻嘅直播馬之外啦，我就10場賽事都同大家略略咁樣講下，等睇下大家會唔會有啲乜嘢嘅投注嘅契機可以揾得到啦，好冇？咁啊，事不宜遲啦，先嚟我講我今日嘅馬膽啦。我馬膽咧揀咗第9場賽事嘅，因為大家都知啊，今日就兩項嘅國際一級賽啦，一項就係冠軍一哩啦，一項就係呢個主席短途獎啦。咁嗰兩場咧，而家咧出馬數目都唔係真係太多嘅啫，一場得翻7隻，另外一場10隻咁樣。咁啊揾咗咁耐啦，我就覺得啊第9場比較直博啲。我自己嘅馬膽咧就揀咗6號馬嘅手到牙來㗎。咁啊揀呢隻馬嘅原因都好簡單嘅，大家睇睇可以睇睇第9場嘅賽事先。成場賽事嚟去講咧，上場賽事可以入得到3甲嘅咧，基本上就係得威先生啦、巴基小子啦，同埋呢隻手到拿來嘅啫。咁啊，威先生我哋對上一次珍飛亦都有提供過啦。咁呢隻馬咧係擺明就係落到4班谷草1000米咧先至會喐手嘅，上到嚟3班相信應該都係減分嘅啦，所以今場就未必會預佢啦。咁啊，另外隻巴基小子對上一場咧就577場咧，呢一場嘅賽事有幾隻馬咧今場都會再對壘嘅，咁呢個我哋轉頭再講，反而就講下呢隻手到拿來啊！用天棚馬房今次咧就由梁家俊換咗係毛顯東嘅，咁啊上場賽事佢係由頭帶到尾就放到翻嚟就贏呢個半個馬位咗緊啦，咁但係嗰場賽事你話步速係咪即係慢咧都唔算嘅，46秒12啦，咁啊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啦，慢過女英進爵嘅，但唔係快過慢過女英進爵嘅，但係快過較後場至進皇彩嗰場喎頭兩段嘅話，咁啊今次你話抽13檔揾得毛顯東孭得再輕過上次啦，得翻115磅啦，咁啊都冇其他嘢諗㗎啦，都係擺前面走㗎啦，咁前面如果你話有機會同佢一齊去搶放嘅，咁最多咪又係威先生係嘛？咁但係我諗威先生就必會搶得快過佢啦，同埋因為威先生14檔啊嘛，咁呢隻手到拿來係13檔嘅話咧，毛顯東一味向前走嘅話 ，A+3 上次嘅 A+3咧都幾利放啊，咁所以今次你話手到拿來當近4次都係 keep 住入3甲嘅話，今次仲要孭輕咗咧。而家我睇個賠率嗱，所有賠率我哋以翻而家我哋錄音5點半開始去計起啊，咁啊仲有96蚊喎，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注嘅 win pay 咧就真係唔慳得啦，而且我認為咧全日我睇過咁多場嚟講，佢嘅直播率係比較高啲㗎嚇，咁啊另外跟住落去咧就揀我哋嘅次選啦，次選咧我真係揀隻50幾倍俾大家，希望大家唔好嚇親啦。咁啊，因為唔一定要跟我買㗎嘛，係嘛？純粹大家攞個參考啫。3重彩、4連環腳呢隻都一定要考慮㗎啦。我講緊嘅就係14號馬嘅阿凡達啦。咁啊，而家我哋電算機入邊咧大熱門咧就係賀賢馬房嗰隻小巨人啊，就37蚊嘅啫。咁啊，文家良馬房嘅開心歡聲莫雷拉察奇咧就51蚊。第3熱門咧，巴基小子就66蚊嘅，咁呢3隻馬你話有冇啲咩缺點咧？咁我先講小巨人啦。小巨人我諗大家覺得可能佢都係一隻幾有質素嘅馬啩，但係外地贏嘅都係贏啲黏軟地嘅賽事啦。咁同埋賀賢咧不嬲咧初出嘅自購馬成績其實唔好啊。呢隻馬曾經報過名退出過再做過功夫，我都明有機會可以一出就殺晒㗎啦。咁但係而家都30幾蚊大熱門，仲要嚇。潘頓喎，咁呢啲你買唔買潘頓？我諗你都要睇翻禮拜日究竟佢頭幾場賽事係點啦。我諗好多馬迷都應該會知道。咁所以呢隻馬我放低先。咁啊，另外開心歡聲連續抽咗3次一檔啦。隻馬可能你話冇運又好點都好啦。前一場球節又有傷，上一場塞到騎唔到嘅。咁啊呢隻馬我又覺得可能擺3算啦。咁點解我反而揀阿凡達咧？因為喺開心歡聲嘅同一場賽事嚟去講咧，嗰次我係俾最標做馬膽嘅，而最標咧沿路就係同阿凡達兩隻馬鬥燒，咁啊放得都幾快嘅。咁結果嗰日翻到嚟咧，係嗰啲老友威威啊、巴基小子啊、珍珠王啊，全部係外碟後冚上嚟，好明顯係賺晒嗰日嘅形勢嘅，即係當日嗰場賽事嘅步速嘅形勢。咁所以你話，如果巴基小子而家係66蚊嘅，其實佢本身跑田草1200都唔係叻㗎啦。阿凡達有58倍，嗰場佢係放到翻嚟輸4個馬位咗緊啦。咁你可能會覺得，喂，阿凡達可能1400係好過1200喎。計我話咧，隨於石馬房嘅馬咧，唔係好需要去斟酌究竟佢係咪一個死路情馬。我
下尾場即一片光明就知㗎啦。你以為佢1000-2最叻咩？上場1000-4爭啲啊，連西方快車都可以擒得到嘅話咧，咁你話就算你話1000-4、1000-2，我覺得阿凡達應該都勝任到。咁而家58倍咯，咁啊拖一票何妨咧？呢隻就係我次選啦。咁啊3選我先至會揀翻隻開心歡聲啦。咁啊上場就失結咁樣翻終點，基本上都冇乜點騎過㗎啦。但係你話隻馬係咪好叻咧？咁啊出咗2場我都唔覺得好叻。咁但係既然揾得莫雷拉騎11檔，俾多1次機會佢啦，3344就擺3選啦，好冇？咁啊最後4選我先擺翻巴基小子啦，因為唔知道呢場賽事，你諗下我揀放頭馬可能步速好快㗎嘛。如果步速好快嘅，又會益翻隻巴基小子，所以我4選咧先至話兜翻隻巴基小子。其他馬好似頭先我講嘅小巨人啊，大家中意拖就拖啦。綠勇士呢啲馬咧，1004、1002又係不停兜轉轉，雖然唯一贏馬係1002啦。但係你話係咪1002一定好過1004咧？如果係嘅，點解大摩一路要安排佢跑1004咧？咁所以而家都係得個59蚊嘅話咧，我就唔揀啦。咁所以我先重複一次，第9場我揀咩咧？我先係揀咗手到拿來嘅獨贏位置都係揀呢隻㗎啦。咁另外 Q 位置 Q 啦，咁個順序就會揀翻14號阿凡達啦、3號馬嘅開心歡聲啦，同埋呢隻13號嘅巴基小子。咁呢場就第9場賽事嘅提供。咁啊，剩翻嘅賽事咧，我哋就逐場咁樣講下啦。既然係咁，今日難得地我可以早少少 upload 條片俾大家睇睇啊。咁因為好多人都話啊，有冇啲過關可以參考下啊咁樣。咁我講晒咁多場，大家中意點剔就點剔啦，好冇？咁啊，第一場賽事先講啦，我都係根據翻電算機嘅賠率咧，同大家講下邊隻直播唔直播。而家暫時天父自播30蚊唔到29蚊大熱門，所以頭場咧，我覺得賭味係唔高嘅，因為當然啦，莫雷拉騎呢隻馬贏過5班，十分之有利啦。但係咪到29蚊咧？即係全日嘅賽事，有乜理由頭場就要同你去搏命咧？即係我哋嘅意思，馬迷嘅主項啊。咁所以你話另外啦，其他次熱門啊、第3熱門，你可能駕馭啊、銘記心中啊、銘記心中對上一次1004入 Q 啦，今次再1006喎，得唔得咧？駕馭唯一贏馬路程咧，我如果冇記錯，應該係1002米賽事嚟嘅。上場落飛，大幅落飛100米翻嚟跑過第4。今次換埋個潘頓啦，又係嗰句潘頓頭場咪睇睇先咯。所以頭場咧，我覺得就5班賽事大家可以即係休息下先嘅。咁啊去到第2場啦，第2場得9隻馬跑嘅啫。咁啊2000米賽事3班啦，我自己第2場亦都有隻心水嘅。頭先我都有諗緊啊，俾手到拿來好定俾呢隻好叻咁樣。結果揀手到拿來，我好中意非常堅嘅，因為呢隻馬輸俾劉金標嗰次咧，其實又係沿路2000米咧領放翻嚟咧，就只係輸半個馬位嘅啫。咁啊，今場賽事得9隻馬參加，咁啊估計步速都唔會快嘅啦。而且同場可以同佢一齊放嘅馬唔多，一定係非常堅一隻馬放嘅啦。如果係冇人中斷變奏嘅話咧，非常堅呢隻馬放到翻嚟係唔奇嘅。咁而且非常堅而家有52蚊嘅話咧，以9隻馬場合嚟講，賠率不至於太乏味。因為大熱門就一定係莫雷拉嗰隻安全嘅啦，但係呢隻馬近排都係3344左緊啫，可能我買 Q 都可能未必需要遇到佢啊。咁啊，其他馬冇乜特別好講噶啦。咁啊，蓮花巨星贏過2000啦，咁但係呢隻馬可能真係步速慢嘅話，要少少際遇咯。咁簡單第2場嘅啦，我推薦可能非常堅一注邊批就可以啦，好冇？咁啊，另外去到第3場啦，第3場就有隻明星馬喺度啦，2號馬嘅靠眼光啦，1000就轉1200喎。咁但係我本身就好少會買1000轉1200嘅馬嘅，但係呢隻我都決定即係可以投予信心嘅一票，或者過關可以攞佢嚟過關啦。咁啊，靠眼光而家我望到就21蚊，有2倍可以接受嘅，低過2倍就下一場算啦，好冇？咁啊，因為55秒4上場隻馬走勢都仲係唔係好規矩，都可以騎贏翻隻安哥，全面劣勢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同埋佢曾經咧試過一次快活谷嘅1002米閘啦，即係初出之前嘅。咁啊，其實轉彎唔係太大問題啊，所以我估計佢轉彎應該都可以做得到啊。咁啊，靠眼光我諗冇乜馬會救到佢跑㗎啦，第3場賽事，因為其他嘅勇闖者自從出完一次之後咧，收埋做嘅功夫做好耐㗎啦。咁啊，而家8倍9倍咁啊，可以拖咯，但係唔係特別大信心啊。所以萬事醒就更加4倍，我覺得係過熱添啦。咁啊，靠眼光一注獨贏啦，買又好唔買都冇問題，好雞肋嘅呢場賽事。咁啊，到第4場啦，第4場咧我就大家都知我就追咗呢隻智者咧，其實就追咗好耐㗎啦。咁啊，而家竟然咧落到嚟4班跑翻佢嘅最強項1006米賽事啦。咁啊，季初我都講過好多次啦，智者有一場賽事咧我到而家，仲要次咧之後佢出咧都有賠率，咁啊冇辦法一路都有買嘅。咁啊，但係每次都可能遇到一啲嘅快步速啦，或者可能直情放唔出啦，令到佢發揮唔到應有表現。
諗翻佢輸俾高利多嗰場，佢啊蝕過哈哈巴巴嘅，講真，哈哈巴巴而家都90幾分啦，佢落到嚟4班炮喎，計碼就一定有㗎啦。但係133磅13檔，咁呢啲全部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啫。究竟喂133磅你放唔放得出㗎？咁呢個就已經係投注上面係值得要考慮啦。咁所以我跟開嘅馬，我仍然都會一注獨贏㗎啦。希望佢可以放得出嘅。咁但係如果唔得嘅話，下場用翻見習生減翻磅抽翻個靚檔咧，咁我諗我會更加會再去追咯。呢隻馬我諗啊，即係希望大家唔好學啦，我追到佢退役為止㗎啦，係啦。咁啊，今次潘頓啱啱贏完隻文藝學家嘅幫阿高柏森，所以呢隻智者我仍然都會考慮嘅。咁但係呢場可能我會買對碰 win 嘅，除咗智者之外咧，凱旋星光亦都好值得大家去即係參考下嘅。咁啊8號馬凱旋星光。呢隻馬對上一次咧就1400米咧就後追一段好靚嘅，因為嗰場賽事步速就十分之慢嘅啦。愛美麗啊，即係運財之星啊，咁嗰啲都可以翻到嚟1、2名嘅話咧，唯一一隻後上翻嚟可以追得上嘅話咧，就係呢隻嘅凱旋星光啦。咁啊，今次翻嚟1600呢個係佢夜馬路程嚟嘅喎，仲要係莫雷拉，而家幾多倍啊？而家有59蚊啊！咁我諗抵到過47蚊。未出過頭嗰隻塑料氣啩，咁所以呢場咧，可能我自己揀對碰 win 咯，少少 Q 位置 Q 啦，智者同埋呢隻嘅凱旋星光㗎。咁啊，跟住落去到第5場啦，希望大家唔好覺得個步速太快啊嚇！咁啊，第5場唔會特別提供俾大家啦，呢場我哋睇跑馬算啦，好冇？因為第5場而家熱緊嗰隻就華麗再現3連勝㗎啦，26蚊。沈集成馬房呢啲馬反彈真係唔知彈幾多，我望一隻超有你就知㗎啦。咁啊，上場仍然贏得輕鬆，2個幾馬位換嚟嘅又係啦，又要繼續加分去跑啦，加個8分。咁啊，今次仲得唔得咧？咁輸俾佢嗰隻蒜頭爺爺，今次仲要用埋毛顯東喎，再減多10磅喎，個負磅差距拉得好遠㗎啦。咁啊，同埋係咪就係呢兩隻咁樣翻嚟咧？咁啊，我就覺得，既然係咁，賠率又唔係特別好嘅，咁啊，不如算數啦。咁啊，唯一啦。咁如果蒜頭爺爺真係有98蚊 win 嘅話咧，毛顯東同阿葉楚韓咧啱啱贏完隻心中有線咧，咁可能少注 win 啦。我好中意買 win 㗎嘛，98蚊咁我可以試一試咯。咁但係呢場就唔係值得重注嘅賽事啦。咁啊去到第6場啦，第6場亦都喺我眼中咧，我就 skip 走呢場㗎啦。因為你點樣去評價呢個晉王賽咧？唔覺連贏咗4場㗎咯。今次去到第5場，亦都係我相信賠率最低嘅一場啦。之前佢贏都有20蚊左緊嘅，咁但係25、28蚊啦，而家得翻17蚊，咁啊一路贏上去，評分繼續攀升啦。我都知係1000轉1200，OK 嘅嘛，又轉翻嚟1000，得唔得咧？咁啊，我真係唔敢講啊，即係17蚊喎，係咪？咁所以呢場就唔特別提供啦，因為好多其他都係1000米都好多專家，啲力險家啊、久休復出啊咁樣，咁呢場唔買啦。咁啊，去到戲肉咯喎，第7場賽事啦，第7場賽事就係冠軍一哩賽啦。呢場咧只係得翻7隻馬參加嘅啫。咁啊，另外仲要有2隻咧係即係外隊馬嚟嘅，一隻極地風暴啦，一隻心意傳達。咁呢2隻咧嚟自歐洲喎，歐洲嘅話咧一哩我相信就唔會係香港馬嘅對手啦。咁所以既然5、6都已經唔揀啦，咁即係剩翻5隻馬啫嘛，係嘛？咁啊，大家都知㗎啦，一定係個擂台等就係佳龍區啦。而家得翻13蚊嘅啫。咁買嘅時候點樣買咧？咁啊睇下大家點樣睇法，就係覺得佳龍區究竟有幾勁，會唔會攰咗？如果唔會嘅，咁可能單色馬打買3唔錯，就係佳龍區行頭㗎啦。咁啊2、3名可以走咩？第2名可能係走美麗大師、喜蓮掌聲2隻咯。又跟住第3名就美麗大師、喜蓮掌聲、中環大地咯。咁嘅話6注就 OK 㗎啦。又或者我推介嘅一個方法就可能搏扭歪啦，因為我真係唔知道點解喜蓮掌聲呢2場跑得咁差。如果計馬嘅話，呢隻馬係2項1級賽民主喎。咁嘅話，我可以嘗試一樣嘢嘅話，就係如果大家呢場係想買少少睇跑馬嘅，咁啊可以試下用呢個指定位置馬膽3重彩。咁啊頭2名就係1、2、4啦，係啊，1、2、4、1、2、4咯。咁啊，第3名咧就係1、2、4、7啦。因為中環大地呢隻馬好忠心嘅，咁但係你話對翻住美麗大師、喜蓮掌聲、佳龍區呢啲係爭少少嘅。咁但係如果咁樣買法，即係第1名係1、2、4，第2名係1、2、4，第3名係1、2、4、7嘅話咧，咁我相信應該就12
注120蚊，我諗點都回到本啩，我諗下。咁啊同埋如果扭尾真係美麗亞斯維喜迎掌聲贏嘅話咧，咁可能個派彩仲會好少少添。咁但係都係啦，呢個都係買得住睇下跑馬啫。泳彩繽紛就唔揀啊，因為如果要夾硬比泳彩繽紛同中環大地，我寧願揀中環大地啦。咁去到第8場啦，第8場賽事咧，咁我傾即係有言格今朝早就宣布退出啦，咁啊應該都退役㗎啦。咁啊呢隻8歲馬啦，咁啊講下呢場賽事可以講啲咩啦？我諗紅衣醒神大家唔會反對嘅啦。原因係咩咧？如果大家都係10零蚊，我覺得紅衣醒神就穩陣過佳龍駒喺我眼中。呢隻馬因為香港嘅短途馬咧，實際上好似有少少斷層未接到班，大家會發覺，咦點解仲係幸福指數嘅？係嘛？咁啊，既然紅衣醒神上場咧係咁有說服力之下贏嘅話咧，今次翻嚟一級賽，我估咧用得盡嘅話咧，呢隻紅衣醒神今場贏嘅機會係好大嘅。咁啊，另外第2名嘅話咧，即係如果又係走3重彩啊，我會咁講，因為呢啲賽事唔買3重彩都冇乜肉食啊。咁啊，指定走第2名咧，我都係繼續走翻幸福指數啦，都冇馬同佢會搶磅，飛來馬咩唔通係嘛？咁啊，佢一隻馬可以順走食翻個步速形勢之利，而且咧告東尼保養呢啲馬係保養得好好嘅，咁啊，所以呢隻嘅話可能都係可以指定係第2，即係2號行頭啦，4號行第2嘅啦。咁啊，如果4號行第2覺得唔夠穩陣嘅話，可以試下加埋6號隻新力風。華欣庭同新力風兩隻馬都遠征過嘅，但係遠征完翻嚟咧個狀態好似真係爭好遠喎。一齊試閘，新力風輕勝嘅，華欣庭咧騎都唔係點喐嘅。咁所以我咁講法嘅話，新力風我諗都唔會大家點樣懷疑佢實力啦，係嘛？都係未去到馬王級，但係可以即係接到班或者2線梯隊嘅啦。咁所以你話走2位嘅話，我諗4、6都可以嘅，即係2號行頭啦，4、6行第2名啦，第3名行咩咧？可能就加埋7號嗰隻有得威咧，對我嚟講就差唔多噶啦。咁啊呢場咧直情4注就已經搞掂啦。我唔揀幸運如意啦，就算換咗布雲都好，我唔覺得柏寶上場發揮有啲乜嘢太大嘅問題。咁啊而且而家都係47蚊啫，隻幸運如意。咁我估嘅話，如果佢退嘅話咧，最多就3重彩你第3名去包一包佢啦。我買 Q 我都唔係好想預幸運如意嘅，即係我會咁講，我唔覺得佢上場贏都有得威嘅，而有得威係20倍喎，咁所以。係咯，就會咁樣擺低啦。華欣庭就係因為我覺得佢真係遠征完翻嚟咧，狀態回落咗啦。咁啊，其他就冇乜特別啦。呢場我覺得都簡單嘅，好唔好？咁啊，第9場再講完啦，剩翻最後即係第10場啦。咁啊，第10場咧就只係推介2隻馬俾大家參考下嘅啫。而家電算機大熱門呢隻咧就係馬克羅斯31蚊啊。咁但係呢隻馬未出過頭嘅，今次咧就揾韋達策嘅。首先第一樣嘢，告東尼今季熱門馬咧都真係賣到人驚㗎啦，我自己都舐唔少嘢啊。咁同埋韋達究竟俾到信心你咧，呢樣都係一回事。咁而且馬克羅斯呢隻馬咧跑過1400嘅啦，已經喺同程嚟講就2次都唔上命嘅。咁啊，究竟值唔值咧？我就覺得唔值嘅。雖然你講馬一定有質㗎，呢個2場都跑得好差，即係騎師嘅發揮上邊啦。咁但係如果我一定要揀嘅，我都係繼續揀翻隨宇石馬房嘅一片光明嘅。咁啊，呢場用到黃浩南減磅啦，126磅啦，對呢隻咧而家1000磅都唔夠嘅馬仔嚟講咧，其實係着數啊，因為如果唔係嘅話，用個大師傅133磅咧，對佢嗰個負荷嚟講就太重啦。咁啊，用翻黃浩南呢隻馬都容易騎嘅，上場咧都係即係唔係慢嘅步速之下咧，翻到嚟只係僅輸俾隻西方快車咧。放呢個賽績落嚟呢一班嘅話咧，揀埋用翻黃浩南。咁雖然隻馬跌咗磅啊，但係呢隻馬表現得最好嘅時候咧，都係1000磅樓下，咁所以900零磅。冇問題啊，咁我揀一片光明啦。咁啊，如果你話即係另外一片光明覺得唔夠穩陣嘅話咧，另外一隻嘅話奮鬥紅心咧都係值得大家去考慮嘅。呢隻馬10分之忠心啦，我都數唔到連續幾多場入3甲啦。咁啊上場再贏埋呢場賽事就加咗少少分就上到嚟2班啦。咁啊孭輕翻磅嘅。咁但係呢一隻馬當係咁忠心準誠嘅話咧，同場嘅你話入3甲嘅馬多唔多？之前嗰場入3甲多唔多？多。你盛世好運啊、曾先生啊、比卡超啊都係嘅。但係你話我覺得路程有啲又唔係太啱啦，係嘛？有啲就即係比卡超呢啲似乎就搏得真係比較多啦。咁另外再想行進寶區啊、騰龍超影啊，都唔係呢個路程最好啊。咁啊，既然係咁，我就不如繼續揀翻奮鬥紅心啦，好冇？咁啊，一次過講晒10場賽事，希望大家唔好覺得聽得太辛苦啦。我啊重複一次，今次我會點樣去買法？咁首先，如果淨係揀單場嘅，我就一定係揀第9場嘅6號馬手到拿來嘅 win pay 俾大家去參考噶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買條過關飛嘅，咁啊頭先連夜配腳講咗啦。如果我真係要買條過關飛嘅，可能我會揾啲咩馬去做穿射咧？未考慮清楚㗎嚇。咁啊，包括可能2號嘅2場8號嘅非常堅啦。咁啊。
3場2號嘅靠眼光當做一個過關嘅變倍器啦，8場2號紅衣醒神睇下都變唔變倍啦，睇下點樣揀法啦。咁但係比較直博嘅就係第2場嘅非常堅9場嘅手到拿來啦。咁啊至於其他嘅話，你話一片光明同埋隻智者海船星光等等呢啲嘅話咧，可能我會揾呢幾隻做咗個鐵膽支先，然之後繼續 win 咁樣去做翻個過關嘅。咁啊差唔多啦，今次賽事希望大家滿意啦，即係對於我哋呢個賽事形勢上面嘅分析。咁啊初試提升嚟嘅啫，都唔算係咩真飛系列啦。咁啊如果覺得好嘅，或者想同我有啲咩討論嘅話咧，咁啊歡迎留翻個言。咁啊同埋最重要啦，如果想繼續跟進翻我哋嘅頻道嘅話咧，咁啊記得加翻個訂閱掣啦。咁我哋只要有即係片 upload 嘅話咧，你都會收到一個通知嘅，好冇？今次時間差唔多啦，咁啊禮拜日完咗賽事我就會翻嚟即係香港噶啦。咁啊星期3再同大家見面啦。好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